念念客家，哇，太搞好！俺是小聪明，俺们是好赏你。这个今天呢，我们客家料理要跟大家好好来介绍。其实我们除了腌制品很有名以外啊，我们的汤桶也非常非常的美味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介绍是什么桶啊？呢个桶是咸州土鸡汤。咸臭兔给桶，鲜炒土鸡汤。咸臭可以拿来煮汤吗？呢个做法啊，是先做先去炖汤，炖非常一段的时间，差不多我哋嘅红枣，然后八珍，红枣八珍，冇落去炖好之后，土鸡一落去，如果清炖，再用土鸡下去一起清炖，炖下味道出来，可以清凉功夫嘅。咸臭兔给桶啊。那这个味道好不好啊？你听人先来看看，看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好。这个咸臭兔给桶，很香啊，香得都唔掉啊！棒，太好吃了这一道菜，好吃啊！那另外我们还有这一个这个颜色很漂亮，菜包，菜包，它叫菜包，底杯包菜定时。那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把它弄开嘛，那我吃吃看哦。含，但是味道不会很重，很香。豆香。那另外还有这个这个我一看就知道了，这是年糕。那这个我就要来吃吃看了，看它到底好不好吃哦。有的都唔掉啊，酥酥的，好好吃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又可以吃客家道地的料理，我们又可以学客家话，所以武功客家话，你真的就落伍了，这是一定要的啦。咸炒土鸡汤，咸炒土鸡汤，客家菜包，客家菜包，想到都唔掉，想到都唔掉。